在，带领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一起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仅敞开，也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啊，恳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一起在安静里面来领受，也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更多的领受，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能够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看顾我们，让我们不仅能够更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更需要学习来跟随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许多的神迹奇事。愿主帮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谢谢主。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渴慕他的同在，让我们在神的信实里面学习更信靠他。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我的安慰，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是的，他的信实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你是心事，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
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信实与良善，让我们更靠近你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主你的怀抱、主你的恩典、主你的拯救里面，享受神的安慰与扶持。谢谢主，主啊，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恳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在你的恩典当中，虽然我们的生命有时会跌倒，有时会软弱，但是你告诉我们，每一次的跌倒，你要再次因为你的拯救，让我们看见神你看顾着我们。谢谢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仅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征战，也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晓得，因为你的看顾，因为你的保守，因为你的拣选，因为你的带领，因为你的医治，因为你赏赐的能力，让我们重新站立，为主而刚强。主耶稣，谢谢你，愿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得以刚强，喜乐的心来面对神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晓得，我们了解在这世上有许多的苦难，但我们晓得，当你作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你要带领我们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上。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恭敬仰望神，愿你的同在能够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得以有能力为主而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如果愿意在得着生命当中更大的祝福，我期待你能够用你的行动来回应神。生命当中，神让我们有管理金钱，学习如何去做工作所得着金钱上的获得，但是我们要懂得有感恩的心来向主献上感谢，相信神也要祝福你的产业能够越来越丰盛。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
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在这边，牧师要来消息报告，针对大桥教会的一些消息，能够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明天是新竹圣经书院的下个礼拜是新竹圣经书院奉献主日。那我们也请预备心来为这个新竹圣经书院来关心代祷奉献。那我们本会的参与华语礼拜的谢金玲姐妹，在9月1号晚上10点28分产下一女王月成这是月成我们也请继续关心代祷。那我们教会在下个礼拜社区音乐班即将要开始那我们也邀请各位能够更多的邀请我们现在的中班到小4的孩童一起来参加这个音乐班。那我们邀请到这个非常好的优秀的老师，那能够针对我们的孩子做音乐教育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期待现在学生他们如果只有念书压力非常沉重。那我觉得音乐的素养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懂得安静，也能够懂得更细腻的了解上帝。让我们透过音乐，不仅能够心灵得到平静也让他的生命能够更有动力所以音乐的训练，牧师很期待。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训练，期待能够将这个中班到小4的学生一起把他带来。那我们在10月6号我们会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那我们在12月1号也会举行有关的洗礼的动作的圣礼典也请大家各位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那如果你有想要受洗的，那你有固定在教会里面的预备跟聚会，那牧师鼓励你能够在私底下来找牧师做报名。那我们教会呢，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有租赁4个停车格那如果我们在附近的住在大桥地区这附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停车上的需要，那我们教会有提供2个车位就是每一个月1000块。那我们的时间可以停放的时间是礼拜日晚上6点到礼拜6的8点那其他的时间就是教会要使用所以如果有遇到教会有特殊的活动，那么我们会在前1个小时会告知，那请你一定要活动的前1个小时要来做挪车的动作了好，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神是审判生命的神那审判生命的神，体会人生的人那牧师期待我们各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关系，叫做你在跟人在接触的过程里面最难的问题是什么？人在一起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沟通，对不对？是不是？那沟通，什么是沟通？牧师简单去找了一个沟通的5种常见的沟通情境这个情境里面他说人大部分一定都会透过先交流对不对？讲话嘛你好怎么样？你过去好不好啊？从传递简单的这个沟通里面让对方去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这叫交流。接下来你在交流当中会因为交流的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你就会开始了解这一个人。所以在你的沟通里面，你就会开始慢慢感受到你对这个人的理解，你不用再透过他讲的话，因为你了解他了。然后呢，你会进入到一个部分，叫做在沟通当中一定会看到人的需要。你会开始发现，当你了解对方越多，你会发现他对你的影响就会越大。然后呢，你讲的越多，让对方了解你越多了，你的讲的话，你所经历的事情也会影响到对方，所以你就进入到了影响他人阶段。
然后呢，在彼此的影响当中呢，又会开始进入一个部分叫做建立关系的阶段。好，那这个有影响力了以后，下一次你就约他要干嘛，他就说什么好，没问题。好，要请他帮忙，他说好，没问题。这叫已经建立的关系。最后你会发现，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请他帮忙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他会义不容辞的怎么样帮助你？那我觉得普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沟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跟那个人都不太熟了，然后我们大部分都说有需要才去找人帮忙，有没有发现？可是当你去找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帮你啊？所以你也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你。他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我连理都不想理。那牧师就在想一个问题：哦，难怪哦，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大家都不太想传？因为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好像很少有该有的关系啊。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在良好的沟通里面，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都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啦，叫做什么问题？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啦，跟他的原生家庭，也跟他的教育背景，跟他的知识水平、个人认知，还有信仰水平有没有关系？都有。自我主观的意识，有的人他讲话很主观。你通常这种人不需要跟他多说话，你会开始有很多的问题都是跟这些关系影响着，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良好的沟通里面，大部分都会开始取决于这个人的自我控制因为你就他这个人感觉怎样，我不要怎样然后就开始怎么样控制自己。然后也控制了什么？你就了解到，我控制了我自己，我到底要不要听他所说的，顺服他所说的，就会开始在那边怎么样？顺服的问题，你会顺服吗？你会想要了解吗？甚至呢，最后你还会去控制控制人什么了？控制自己，我不要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觉得良好的沟通关系困难的原因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可是呢，每一个人都学习的都在控制自己，不要跟这种人，或者是说控制自己，我要别人也跟着我怎么做。所以我发现人活着容不容易啊？好像很难哇！所以牧师在准备这篇讲道篇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的脑袋好像又回到那种以前那种忧郁的阶段，到底我怎么讲所以呢，我在想，一个领受真理神的话的人，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行为？往往是因为他在他的背后有许多这方面的限制，而让他不知道怎么样帮助自己去学习顺服，然后呢，控制了自己。我不必要听这个真理，我不必要这个福音，我也不想要。所以呢，今天牧师要期待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主题。我的主题其实不是神是审判生命的帮我改一下，是审判生命的神，体会人生的人呢。好，我再讲一次审判生命的神，体会人生的人。我举个例子，当我知道什么叫做认真的学生，但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认真的学生，通常这样的学生会怎么做？我再举个例子讲清楚假如我知道什么是认真的学生，可是我知道自己不好，这样的学生会有什么反应？我会知道好学生应该有的行为，就是要按部就班，每天就是要复习功课，每天就是要写作业，每天就是要怎么样，这叫做我们知道什么是好学生。可是当我自制力差，我的自我控制不好，找不到读书的方法，我会开始认定我读不好的原因是有原因的。我的读不好的原因，你问他，他会跟你讲老师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不想听，妈妈，
我功课不好不是我的问题啦，是老师的问题呀，对不对？好，这叫做什么？自制力差了以后，他还怎么样？他还会怪别人哦，他没办法顺服别人所讲的什么叫做好学生应该做的哦。所以呢，人就自然而然的，他开始还会去控制人哦。你知道这样的不好的学生，他还会怎么做呢？人家同学那个好同学问他说：“委员啊，你功课这么差，你为什么还不认真一点啊？”他说：“老师就这样啊。”然后他遇到其他功课可能跟他差不多，不要读了啦，没有用啦，那老师教得太烂了，走啦，我们去玩。以前我就这样遇过，所以我就在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的生命一直活在一个叫做互相指责，而且是受审判的生命里面，你相不相信？我们的圣经里面就有这样讲哦。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好，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活在互相指责、受审判的生命里面。圣经里面创世纪，我们知道夏娃因为没有遵照上帝的指示，伊甸园中的果实它是可以随便吃的，对不对？可是呢，唯有什么？上帝跟他讲说，唯有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句话你要把它稍微记一下哦。为何我们的生命会受到这些影响？为何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甚至学习顺服，甚至还会去控制别人？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分别善恶的心思。我们一直都在想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好的，怎么做才是坏的，但实际上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所以我们时常在为了分别善恶，在怎么样，在苦恼。还有另外一点叫做我们没有神。在你的心中，如果你有神，我们今天我们参加我们这个范传道娘他们的范氏家族，包含我们牧师，我参与在其中。那个我们的长者阿姨她是牧师，她特别讲到一个我的阿祖，他的这个阿公，他的一生就只有教导下一代做一件事情，就是除了神以外，你都无论如何要敬畏那位上帝。第二个要守安息日，第三个就是要奉献，就这么简单。可是他讲的就非常清楚，我们如果遵照这个，上帝给予我们就是丰盛有余的。所以我从我们的家族里面看见，感谢主，我们聚集一起做礼拜，敬畏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神跟没有神，它实际上影响我们非常严重，在于他有没有帮助你有办法能够活出那个不要互相指责，而且不会受审判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受审判的。我所谓的受审判的生命里面，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出那一种好像定罪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分别善恶的心，是因为夏娃她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她做了什么事？她有没有违背上帝的命令？有啊，上帝有吩咐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夏娃她会变成为什么会去吃？你们知道吧？好，因为怎么样？我觉得仇敌撒旦，对不对？蛇，对不对？圣经里面怎么说？创世纪3章1到5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的说吗？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有没有岂是这样说吗？当你想要吃一个东西，当你想要享受，当你想要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说，牧师有说不可以吗？上帝真的有这样难道有这样说吗？女人对蛇说什么？女人对蛇说什么？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
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啦，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注意哦，牧师讲几个撒旦魔鬼的伎俩，仇敌的伎俩。第一个，他就是布下了怀疑。上帝难道是真的这样说吗？这是不是怀疑？我们的心中在分别善恶的过程当中会烦恼，就是因为怀疑。如果当你怀疑的时候，怀疑这位上帝，怀疑你所要做的是上帝要你做的，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开始偏歪路在走了，因为你就准备要犯错了，对吗？怀疑。第二个，撒旦仇敌他是用引诱的，窃取上帝的荣耀。他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啊，感觉好像那好像还可以试看看对不对？好，这个难道不就是引诱吗？亚当夏娃心中开始就会偏颇，他想要像上帝一样，他窃取了上帝的荣耀，如上帝一样，这是窃取上帝的，因为本来就只有上帝，上帝有很多的全能跟能力啊。什么是想要如上帝呢？上帝他是创造者，上帝他是拥有者，他是赐福的那一位。可是呢，想要如上帝，他就是想要拥有，也想要掌控。所以呢，魔鬼撒旦他透过这样子，会让人会想要怎样？吸引你让你可以拥有这样不错让你会学习更不顺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我牧师每一个礼拜他定期早疗机构对我们乔恩做的这个带领的工作，我们都需要父母亲跟这些社工人员去做讨论，然后他们会了解到底你们的孩子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他的现在的成长状况为什么会那么缓慢，哪里他需要从父母亲的口中了解这个孩子在家庭的生活。所以我记得在那当中呢，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就会说，孩子怎么教，让他如何，我都是这样的。这个孩子我就是这样教。他久而久之我就会说，乔恩他会的、学到的这些能力的部分是我从我这边来的。然后我就讲是我怎样，然后我认为一切的优点、家庭的关系都是我操办的，都是我。然后呢，我也会开始在那当中呢学习，就像上帝的那一种被尊荣的，然后我也享受那种人家会跟你称赞，哇，爸爸你真的不简单爸爸你真的很棒，很成功，可是呢，社工人员每次只要看到我在跟他讲那个孩子的缺点的时候，这个我就时常跟我太太讲说这个不能这样，不能哪样，然后呢，这个社工人员就说乔恩爸爸，你在情绪勒索你在情绪勒索，荣耀都是属于你的，可是呢，那个不好的都是属于谁的？问题都是别人的。这个有没有像控制？在控制，你在控制整个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好的都是你，不好的都是别人，有没有像？有没有像蛇在对夏娃所做的引诱的动作？有没有？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搞那个引诱啊，你不一定会死啊，还要窃取上帝的荣耀，如上帝能够知道善恶。其实我们基督徒，包含很多人，我们都是罪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善恶，对不对？如果认真去看完圣经节，你会发现真的呢，我们明知道这个是好的，可是我们却都不做嘞。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我们偏偏会去做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是真的很软弱。魔鬼撒旦仇敌还会怎么做？他还会
传播，在软弱当中传播恶。创世纪3章6节他又说了，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赏心悦目，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哦。你看已经影响了哦，就怎么样，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不仅这样哦，他还给他的先生哦，亚当哦，她丈夫亚当有没有吃？钟兰，亚当最后有没有吃了夏娃所给他的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实？有没有？有，他把它吃了。所以呢，有没有发现人在软弱当中还会怎么样？还会传播恶哦？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有没有？他不好就算了，通常还会这样控制别人，说：“哎，来啦，不要读了啦，读了那个没有用啦，老师不好啦，我们才会念不来啦。”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发现说就是有人功课很好，为什么我不去跟他学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人的犯罪的惯性不只会自己吃，还会想要怎么样？还会去传递。夏娃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人发现自己行为不好的时候，听到别人有类似的处境，反而得到了安慰啊！别人不好，哎呀，感谢主，他跟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止自己抱怨，还会喜欢聚集起来抱怨呐。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传递一个分别善恶果子，在给身边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创世纪它并没有完全的说清楚分别善恶的知识究竟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人在变化的环境当中，会遇到想要获得的答案、安慰跟医治的方法，一定会认定某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高过于其他的。所以呢，我一直在想，除了这些，不仅这样，罪恶的影响力在影响着我们人的心，而且呢，人还会去抢夺神是审判生命的角色。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不好，成绩不好，不好好念书，我还会去想要影响别人，还会去怎么样啊？反正那个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那个不好的都是太太啦，但太太没在教啦。有没有？审判嘛，审判生命嘛，对不对？不好的都是对别人，好的都是我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他针对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他并没有明定这条禁令的原因哦，只说明禁令的内容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他期望我们人能在没有得到解释的状况下，要不要遵守？要不要遵守？是要的。他期待我们还是要的。不仅只有旧约里面有讲到怎么看待分别善恶的知识，在今天新约，牧师也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7章1到6节。我们先一起来看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命令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论断的原文它是叫 krino， 它原文有2个字，原文有2个字，一个是有 K 开头的，一个是没有 K 开头的。有 K 开头的叫做审判，没有 K 开头的叫一般的判断。也就是说，耶稣说，你们不要审判人，免得你们被审判。就这样啊。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觉得这样非常合理，说明了上帝用我们审判别人同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我再讲一次哦，上帝他会用我们审判别人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所以如果是这么的合理的话，当我们用某一种标准去审判别人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认同并了解这个标准对自己要不要做得到？
要做得到。如果你做不到了，那你还这样去说别人，那会不会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上帝也是这样看你。所以呢，很无奈，我们常常无法达到我们审判别人的标准，来对自己也这样要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更多谦卑自己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那什么是论断？如果它是审判，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本身就是自己扮演上帝来审判人啊。所以很多时候，耶稣在讲你们不要论断人，代表是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好像自己在扮演上帝一样，在审判人一样，这个非常危险啊。所以当我们论断某个人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做3种事情。我们怎么样？通常我们是自认为高人一等，好像自己就是别人的上帝。因为我还救了你们，若没有他，没办法。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第二个，我们还会互相定罪。第三个，我们还会做一种事情，叫做我们会给彼此划定标准。所以，牧师时常在认识我自己怎么跟别人一起同工的同时，我时常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都时常在求主帮助我，告诉我说，你要更加的谦卑。我们拥有任何的能力，都不是你自己拥有的，是神所给予你的力量跟信心，还有你所经历的人生。所以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这是困难在这里。所以今天牧师非常期待我们的主题很重要，审判的是谁？是上帝，是神。然后体会人生的是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7章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注意，你来看台语很有趣。你哪会简单在看兄弟目睭内的插油啊？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的插箍啊？插油啊是啥？小的血血。插箍是啥？谁是插油啊？你的弟兄啊。你自己嘞？插箍。这样懂了吧？所以很有意思哦。你弟兄眼中的刺跟我的梁木到底是什么东西？差别在哪里？就在这里。油啊，跟插箍，你自己很大的问题你都没看见别人的小小的问题你却很在乎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一段不是要阻止人做任何判断跟指正哦，注意哦。这一段不是要阻止人做任何的判断跟指正，而是要避免人吹毛求疵的把自己当作上帝不断的去指正别人或组织的问题，而无视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在你的单位有一个主管，他时常会去讲说该怎么做，可是他做不到，你会不会想要信他？会不会？你会想要跟他吗？不会。但是如果他做得到，他会去鼓励你，他会去指正你，甚至会告诉你，那你要不要学？那你当然就要。这样懂了吗？所以差别就在这里。今天这段圣经节，它不是要告诉我们不能指正，而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更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第6节他怎么说？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一段话其实我下面有注解，狗与猪常常用来比喻没有犹太文化的外邦人。但是牧师不是要鼓励你去跟那一些不想要听福音的人说你们是猪，你们是狗，不是这样不能乱用
这句话它其实它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善恶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用上帝的标准来打量、斟酌看自己，衡量别人，也要衡量自己。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好。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抢夺上帝的职分，宣判人的罪，好像末日宣判一样。应该要做的是，你要适当的去分辨传福音的对象，把适当的信息怎么样带给人。所以昨天我们的这个麦子小组应该有一位弟兄来，对不对？好，那这一位弟兄呢，曾经就在我们之前有一个群组里面。那我记得牧师要做这个见证，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群组里面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群组里面呢，当我们遇到一个好像行为、好像很多谈话上面有问题的人，我们不要拒而远之啊，我们更需要用包容、用爱去跟他谈啊。你知道吗？牧师做了一个见证，是要跟大家分享。他在另外的空间里面，他就在跟我谈。好，他谈的那些话，牧师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最后，我尝试了一种叫做“我相信上帝”。我跟他说：“某某某，你相信上帝会救你吗？我期待你来，上帝会救你。”这个信息，这个目标就这么清楚的告诉他：你来，我相信神会帮助你。你知道他是克服万难，因为他的妈妈是不愿意让他来教会的。他昨天来了以后，他之前他跟我讲：牧师，我进入教会要入会费吗？要缴会费吗？这么单纯。好。然后我记得牧师有在我们的长子群组、我们的同工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他的状况需要怎么做，要留意。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要帮助各位去明白，有些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人，你会发现有些人会跟你拒绝，但是这种人不是拒绝福音，这种人他是需要福音，而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我们要更多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不是拒而远之，他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不同的。有些人他是你要给他福音，他有需要帮忙，可是你跟他讲福音，他一开始不会要的，那你就等候，为他祷告。好，你要怎么样在那过程当中去好好的劝勉他？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他劝告门徒不要把太过深奥的真理传给没有接受得救福音文化预备的人。有些人他其实指的是这个没有想要得救的人，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他是希望得救，他找不出原因跟方法。我们就要抱持着有主的爱的心，为他祷告，接纳他，甚至不要把他排斥拒于门外。我们要更多的祷告聚集在一起。好，所以要记得这段圣经节，很多圣经学者是在劝勉门徒不要用太过于深奥的基督真理，好，来去放在那个什么，在不想接受得救福音的人身上。好，所以呢，我们所传的福音应该是要根据人在生命当中的需求上，他会想要发现、察觉到，好，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帮助他，让他去看见。所以昨天他聚会完，牧师也在回传，我就说不好意思，牧师在楼上照顾孩子，好，所以我没下去。好，我还跟他说下次还要不要来？他说会的。好，我时间上可以允许，我会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弟兄他就这样来了。可是假如没有人这样做，他会不会来？他就不会来，一辈子都不会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传福音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真的很需要。好，因为时间关系，牧师就没有用影片跟大家分享，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李进惠导演他做的一部这个
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戏剧哈。那这部片是用爱打破高墙，他讲到一个老妇人，她关心在美国在监狱里面的一个她不认识素未平生的人，她长时间这样做了10年，对方他也因为这样而认识了他，感受到有人爱他。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在讲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我们真的要好好去反省，我们自己在教会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有没有时常为了那个还没有得救的家人，还没有认识神的家人在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用上帝的标准来评估自己。所以今天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其实它重点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会拒绝上帝的爱，我们要不要对他有更多的关心祝福？其实是要呢。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人他是会拒绝的，那怎么办？要不要？还要不要给他们？好，我们继续了解，继续来看哈。那我觉得哈，我们要怎么样用上帝的标准来好好评估我们自己，甚至当我们在打量、斟酌、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怎么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做哈？好，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处境，然后认同他。好，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都一样都是罪人。也曾经遇过复杂挑战的经验，所以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要更多的谦卑自己，因为我们都同样受过试探跟考验。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他正在受考验，但是我们却不想理他。他正在受试验挑战，我们更需要去帮助他。好，这才是神所用神的角度在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你就是像我们今天所看的，你明明这个梁木这么大，可是你在看人就是在看这样，眼中，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哈？那种感受就是这种感受。圣经里面加拉太书6章1节怎么说？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受引诱。”注意哦。他不是说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的过程不会受到危险哦，也会。但是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如果你不用温柔的心，我告诉你，那你很容易怎么样？你的自己也会跟他一样啦。好，你也被引诱走了啦，你也跟他的行为差不了多少了。好，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段圣经节，也是非常有意义，在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我们不能够自认为高人一等，好，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也是跟他一样都是罪人。好，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好，我们不要互相定罪。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不要把人骂得一文不值啦，把罪恶感、羞耻感、律法上面的错误全归到别人身上。好，这一点哈，对牧师的提醒很大。好，我从以前在跟牧师娘在相处的过程，我觉得神都一直在告诉我这件事情。好，不要互相定罪，好，很重要。切记，我们也是什么？也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特权啊，我们没有向人定罪的特权啊。好，第三个，圣经节罗马书2章1到3节说什么？有讲过一样的话，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些事的人，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哇，很清楚了吧？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样，自己也被定罪。第三个，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分辨善恶？我们要学习给彼此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更谦卑宽阔的心，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向着上帝的标准来看齐，互相斟酌评估，互相斟酌。我们互相鼓励，加油！你有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会有，你也不要害怕，我们为彼此祷告，这样就不是互相斟酌嘛，还打量嘛，打量一下，你的困难是什么？没关系，求主帮助。那下一次遇到他的时候，继续，你也可以鼓励他，怎么样？有没有好转啊？有没有改变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发现这一次我把我的问题困难分享给这位朋友，下一次他来他问候我，那我就不断的在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如何在带领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圣灵常常在提醒我们的生命，上帝是审判生命的主，而人必须要时常去体会上帝所给我们的3种生命。注意，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不自认为高人一等的生命，这是谦卑的生命。第二个，不互相定罪的生命，这是彼此饶恕包容的心。第三个，不彼此划定标准，以神的标准眼光看生命，这就会成为指正、教导跟劝勉。我相信这样的方式，你就会知道我要怎么去说话，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关心人，而且还会帮助人、引导人走在神的道路上。那我觉得该说什么话，你就知道该怎么说了；该指正别人、劝勉别人，你也就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心，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要学习更多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审判生命的是主，是神，而体会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人生命动作是人，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如何在彼此激励、彼此带导、彼此鼓励当中、彼此劝勉当中，而得以更加的成熟。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互相定罪，我们学习用神的标准、用神的爱、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彼此的生命，彼此祝福。愿你将这份真理放在我们心中，作为我们生命最好的准则。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观看直播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仰望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学习真正体会人生的人，是懂得认识那位独一上帝的真神，因为他是爱我们，是救我们生命的主，也是赏赐我们智慧的主。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也愿主你将平安、喜乐与盼望赐给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也祝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到7点半，我们一同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